嘿，因为这画面离我遮好 OK。啊，感谢咱主办单位吼，啊，还有咱安主老大的，我拢叫伊老大的吼。今仔日吼，真欢喜有这个机缘来甲大家来探讨咱生活中的白话字。啊，我今仔日要讲的吼，论真拢是真基础、真简单的。大家若是对这个白话字若是有兴趣吼，刷落去有我的学姊、我的师家咧吼，杨淑慧教授，伊有搁较深入的这个白话字的文献，而且专题的演讲，啊，大家则个来甲杨教授捧场一下。啊，咱咧吹杀这个台语的过程当中吼，永远就是罗马里，咱社会民众吼，社会人士因有诶较无法度接受吼，啊，所以我若咧上罗马里大楼吼，严格我是会先甲大家吼介绍讲，咱生活中认真，你不三时，莫讲不三时啊，就是讲有时实际上是有一寡即种罗马里吼白话字诶，即个。看会得着，啊，只是咱汉你咧看啦吼，你就是敢若看迄看板俩，还是啥物？你敢若看汉字啊？啊，所以你即寡白话字，你啊，应该讲罗马字诶，你都无咧看，所以就毋知影讲，原来迄是台语，原来迄是咧迄个语言俩吼，是台语，毋是就是讲伊毋是英语哦，伊诶来源毋是英语吼，啊，当然有可能。伊是即个英语的思想，啊，伊会招入去即个用台语，啊，伊写做罗马字，啊，甲招入去。头期先吼，即种建筑哦，我论真我硕士班我是读文化资产呀吼，啊，即种建筑，即个字，即字，即毋是英语吼，即毋知有人知影讲即字是啥物？是倒一国的话语无？啊，这是啥物意思？啊，才有一种建筑物啊，所以大家用摇看卖啊，这毋是英语，但是到尾英语的 school 足成诶，哦，我即摆有恁听看卖咧吼。伊就要听网页顶诶，爱转过来即个翻译。Schule, 毋知你有听到无？ Schule, 对，即个张玉居哦，即个张老师讲诶，即就是德国话哦，啊，伊偏偏是即个日耳曼语系啦吼，啊，所以你评写方式，当然欧洲诚侪话语拢差不多迄评写方式哦，所以有人讲吼，欧洲诶话语你若会晓3种，你刷落去你要学10几种吼，就诚紧咯哦，因为伊互相拢有相关诶即个关系啦吼。好，啊，咱搁转来吼，所以即个物件吼，咱咧教学诶中间，我常常甲老师讲吼，爱累积练积一寡小码本、3码本俩吼，因为咱诶家长哦，又或者是讲咱诶同事，或者是啊，亲情50吧，有可能对毋？啊，你写迄啥物字？台语写呢也无人看会晓哩。哦，啊，我讲规世人诶台语台湾话，啊，写迄我袂晓读。啊，因为伊无来读字吼，无来上课，所以伊是青面牛。哦，咱讲伊青面牛，伊个会见笑长上去，你知影？又讲我读到大学，你讲我青面牛，啊，咱毋是讲伊是国语的青面牛，因为咱台湾人即摆国语的程度吼，拢诚悬啦，吼，所以咱是讲伊是台语的青面牛，伊会晓讲，但是伊就袂晓写啊，哦，就亲像你伫纽约。而且黑人，假使讲伊无去上课，无去读书，伊这英语是伊的这日常的口头语哦。伊若要 conversation， 这 native speaker， 所以真骨溜啊。啊，你要叫伊写一篇简单的作文，300字伊嘛是写袂出啦。啊，若是这个北京城的乞食，伊无去读书，
啊，伊 Mandarin 金片子哦，真标准。啊，伊照常无法度写出咱国小3年啊所要求的即个300字的作文。所以你会晓讲，会晓讲话，甲会晓写，这是两回事。我定定咧讲到这啊吼，我就讲哦，这就是咱做老师存在价值哦，因为咱就是伫即个教学环境哦，咧教人会晓看，会晓读，会晓写，因为这你若无人教，你是袂晓哩。啊，你若听甲讲，只要你是母语，天下不管倒一种话语，只要迄是你的苗语哦，你有迄个环境，你自然你当然是会晓听，会晓讲。假使讲你耳孔甲喙是正常的哦。好，所以吼，即个物件咱甲叫做罗马里哦。啊，台湾的学术界一般甲叫做罗马里庙俩吼。啊，江那边吼，咱因是较关系讲即个拉丁里庙哦。啊，咱台语界即摆一般拢讲罗马里。啊，当然伊的来源是为古早迄个所在，就是意大利。意大利迄个所在，因有一个帝国，或者罗马帝国，啊，足厉害啊！吼，规个欧洲后来去互伊诚侪所在，互伊统治，啊，着分化到规个欧洲，啊，佮加上即个基督教诶，即个宣教诶事业，啊，所以着拖到罗马里，着拖到欧洲啊，每一个多数诶所在。所以咱去欧洲就会看到诚侪国家伊诶话语，就用即种字来书写，啊，变做是欧洲多数语言语所采用诶字表诶即个系统。罗马变做是即马天下诶就是全世界上通行诶字表。你看即张地图，即青色诶就是有咧使用罗马字，啊，愈深诶就是变做伊诶第一语言，啊那较浅诶就可能伊诶第二语言哦。实际上是真普遍啦，哦，应该算我看应该是无定超过一半以上哦，吼对。啊，所以咱咧上课诶时阵，也是讲咱若是咧，我有时阵较早吼，教1年啊，迄学生囡仔讲吼，老师，你怎么用英文在教台语？啊，即个台北市诶学生囡仔英语诚侪吼，拢袂歹呢，吼袂啊。咱就要甲讲啊，这毋是英语啊，啊，当然起码伊袂晓哩啊，伊也听不晓台语，咱当然是用华语甲开破哦，啊对，啊，这不是英语哦，这个叫罗马字，就是咱等下最后红红啊，写个这两句哦，英语是罗马字的一种哦，毋拄罗马字并无完全等于英语哦，啊无伊后摆去欧洲吼，大汉带因某去美国旅行哦，伊。落机场了下，发觉讲，吼，去到法国，哎哟，啊那，迄个规定吼，啊那拢用即种字写诶，啊大多数拢毋是英语，哦是法文，啊去到西班牙，哦去市区，哎哟，啊看板写诶拢即种字，结果大多数拢毋是英语，因为是西班牙文，所以法国人用即种字来写法文，英国人用即种字来写。英文，德国人用即种字来写德文，西班牙人用即种字来写西班牙文。因此，我阁讲一遍啊，令恁若有人吼对你咧吹杀即个罗马字啊，大罗哦，也是白话即个高罗也好啦，吼，拢无要紧。你就甲讲吼，英语是罗马字的一种，啊，毋拄吼，罗马字并无等于英语，所以即两句话诚要紧吼。咱来看咱台湾社会吼，即张相片吼是我伫新竹市区翕的哦。即咱知影即两字吼，即汉字写红红，啊下骹甲你写一个越南小馆啊，即就是越南料理即种饮食店喏。啊，越南话吼，红红嘛是因诶一个词类哦，因生活中诶一个词类，因咱。即个汉字嘛，毋是干那中文诶专利啊。日本话咱知影讲有咧用汉字，韩国朝鲜嘛有咧用汉字，啊越南嘛有啊，哦无定你有去越南游览着，哦你到越南你嘛会去看因诶迄个文化遗产，啊去到因诶庙寺，对，嘛是看会着汉字啊。所以因这
越南话内底吼，真侪即个词类嘛是汉源的，来自汉字的，只是落尾音写罗马字，啊你就毋知影讲，原来伊的来源是汉字，所以咱即个红红，咱来听看卖吼。凤凰，哦，毋知你有听到无？吼，凤凰，凤凰，有听到了吼，应该是有才对。伊这越南话吼，有诶所在 ph 是读 f， 甲后来法语甲即个英语同款。啊，有诶所在安怎？甲咱台语同款，读做 p，ph 读 p 哦，哦，伊古早是读 p 啦，啊，落尾才变做 f 哦。那个希腊文吼，伊迄个号做什么阿法、贝塔有无？上古早伊其实毋是阿法，是阿帕。啊，落尾哦，即个欧洲言语的即种演变吼，即 f 诶 p 才变做 f， 即敢若中文吼，像有效咧讲诶，古早无轻重音，为重重音演变到轻重音哦，诶，即种演变，欧洲话语嘛相款有即种现象，即较早王思源教授咧演讲吼，伊嘛有讲到即点。倒刷落来，即场相款是伫新竹市翕的，而且暗时翕的哦，所以暗暝蒙我即个看板吼较光，啊，你有看到即搭有6字，我即摆讲汉字有6字，罗马字嘛有6字，啊，你头前袂晓，你上无你会晓最后2字就是即个越南哦，啊，英语嘛是安尼写啊，只是伊迄号做上漂符号甲即下漂符号，就是英语吼，省略，啊，所以。伊这实际上吼，就是抽烟，咱即个爱读台语爱读烟俩吼，抽烟即个小，即其实就是饮食店啦，咱华语叫小吃，咱台语叫饮食店哦，咧卖食诶所在。啊，即问题来啊，中即2字，恁敢知影即2字是啥物？即嘛是有汉字诶哦，无定咱现场有人有学过即个越南话啊。有人学过越南话，哦，你用诶看你知影。哦，若无人学过，我来拍互你看。伊这头前就是秋，啊，过来烟，啊，只是伊越南话发音吼，发音就是 pronunciation， 这发音，那你若无学过，你就读较袂出来哦。啊，甲咱台语当然是无啥相诶。最后迄2字是越南，中即2字吼，汉字是香味哦，香味啊，咱就知影讲哦，越南话是用香味来代表即个号做料理呀，代表即个饮食店诶意思哦。啊，这拢是咱台湾看会得到诶哦。当然到即咱也无讲到正港诶台湾话看板啦吼，但是这拢有相关吼，在生活中看会得到诶。啊，这大家都正真关系啊！这是即个日本料理啊，你看罗马里，你就知影讲这是沙西米啊。啊，沙西米无汉字呢，对。结果几啊年前吼，真新鲜。我去食日本料理的时阵，迄少年的店员吼，伊讲吼，啊，要不要来一份刺身？啊，我想讲，我这个人吼。即叫做社会边缘人，你知社会边缘人，我脱离社会伤久啊。国语第时有讲刺身，我哪毋捌听过。啊，落尾问诚侪人讲，无呢，无人安尼讲呢。哦，即摆毋知有人安尼讲无吼。啊，所以即个因国语是讲迄个生鱼片吼。啊，所以这汉字吼，日本话是写即2字。啊，若是即个日本话就沙西米，啊，台语捌倒日本话。读做沙西米吼，即日本话少时吼，啊，所以日本话相款的用罗马字来施写，咱拄则看到越南话用罗马字来施写，啊，日本话什物 Toyota 有无？你个车，莫讲你个车，你个车可能会较比 Toyota 佫加一个0吼，啊是讲吼，即吼，咱即一般较
介绍较少的这个哦放大规下顶条条看会得到，这种你嘛看你嘛知影讲伊用罗马里来施写哦。好即马这间餐厅，有人知影这间餐厅是啥物款的餐厅无？你若敢若看罗马里，其实这甲咱台语嘛有相关的，伊个 th 伫因的话内底就是读，咱台语安怎 ？th 嘛是读，所以爱泰这就是泰国料理啊，所以泰国有 Thailand，th 读，我顶头讲，有的老师看到这罗马里就讲跟英语发音又不一样你爱知影讲因英语是天下上侪人讲的，这英语上侪人讲的，所以伊落尾变较紧，伊有的音伊变啦，所以欧洲多数的言语伊无变，颠倒较保守，当然毋若欧洲啦，真侪国家，比如讲泰国你看 th 捌读对，英语嘛有呢，英语恁孙咧算迄或者汤马士小火车，如果都轻呛，汤马士英语安怎讲？或者 Thomas， 还是 th 开头的对，什么人名或者 Thompson， 汤普森有无还是 Terrace， 德瑞莎修女，拢是 th 读的，所以英语嘛有 th 读的，所以即马无法度，你知影？即马就是讲双语的政策变做你爱互家长也是学生囡仔知影讲咱台语毋是足低落的，无遐尼 low， 咱嘛是你看英语掠英语来斗咱甲英语相款英语嘛是有 th 读的所以学台语袂影响英语的学习，有时阵颠倒有相关，你家长才会放心无家长逐个嘛无爱，莫讲逐个无爱，真侪家长伊就感觉学台语要创啥物无较蛇无未来即马真侪。莫讲别人啦，咱知真侪即个先进伊嘛是喙讲台语真重要，但是伊甲伊的时岁拢讲国语了后伊的时岁安怎出国出国结果甲人讲台语真重要，结果伊家己台语时岁也袂晓讲，咩到底是啥物？好即个即泰国料理啦即马即张阮兜楼骹对面的这西药房我翕的即马这是 Mandarin， 就是华语俩伊这就是 K 读歌咱古早即套做委托马，委托马，你若是2000年之前去办护照 passport， 你无想要用一个外国名，啥物 George、Mary、Edward， 即马查囡仔国小定定拢会用迄个做 Elsa。一班内底有2、3个 Elsa， 老师就英语老师讲大 A、中 A、小 A， 因有3个 Elsa， 你知影？古早2000年之前就是用这套委托马，K 就是读歌啦，甲咱台语相款，咱台语对嘛是 K 读歌所以歌倭郭、歌汪光，叫国光。2000年边做总统，伊才甲这个护照。莫讲护照，甲即个咱外文音译的系统改做即号做通用拼音。即通用拼音你若去甲研究，你会发觉讲伊甲阿强迄个汉语拼音论真是差不多。边即个人伊一心敢若想要控中，伊实际上伊根本都毋捌，所以请一个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或者俞碧泉俞碧泉啦那即个泉州的泉，即个咱民间一般是读白读的男名就是无必然一定是即个文读我伫即个咱的词典内底，我说明时，我有举诚侪男名读白读的例，即个泉水泉州的泉，若是读男名，一般咱的习惯就是读白读的泉什么水泉俩咱即个双连教会即个
金泉哦。好啊，即拄则讲到即个俞北泉演示设计迄个通用拼音，伊是李群花教授讲，通用拼音是上无通用的。啊边也袂晓了，请几粒拆药单哦，去用骗去，佫毋知，哎呀，这啥物啊？袂某咧做大句吼。啊，到迄个马英九做总统的时阵，2009年，咱外文的音译系统马英九迄时代甲改做，甲联合国一致的，就是汉语拼音哦。汉语拼音就是共因咧用的啦。高达咱即马一寡街路即个管市地号名即马就是拢用汉语拼音除非伊迄个所在伊是较有历史的，有诶无过。看咪讲台北、高雄、台湾，因为即过落去袂得直啦。你知影迄外交物件哇，什么全部拢爱过啊！所以即寡真有历史诶大首都啦是国家诶名，台湾也毋是国家诶名或者即个岛诶名就无过剩有过你即摆要去外交部要去即种出入境管理局要去办护照，还是你要换护照，你有4种互你选就是主音、第二式维特马、通用甲汉语拼音。落尾即几年咱国家语言发展法有即护照条例有调整大家用咧用本土语言去拼写你护照的外文，所以你要用大陆即摆会用哩咯客话嘛同款，原住民嘛同款好即讲到时即摆转来咱的即张图就是讲，即套拼音系统这是服务华语的Mandarin， 所以古早。维特马2000年之前即科甲咱大陆同款，嘛是读过国光所以恁去街仔顶，恁拢会看迄个汉字你无像我拢要斟酌迄罗马字，你知影那有诶真有意思诶我就翕落来像今仔日安尼来做教材好过来，你去食面诶时阵，咱即马即一间饭店内底翕诶。嘛无算饭店，迄叫做商务旅馆。咱知影这就是伊这要讲就爱讲蛋仔 noodles， 但是伊的来源就是华语的蛋仔面。华语的蛋仔面的来源是啥物？是台语的担面所以咱这个这面担的担担面就爱写安尼这个。真深色伊是拢真是台语台语结果迄华语人甲是讲做蛋仔面迄个仔佫读广东话广东话刘德华叫话仔迄个仔，所以咱台湾话咧写即个歌戏即个这是少广东话若咱即个若是国语标准国语即里有咧用就是做事很仔细的仔。毋只国语会用过迄个歌戏甲牛仔裤，华语音主音几啊变有无？歌仔戏、歌子戏、牛仔裤、牛仔裤过过去，佫过过来，过来过去所以互迄第一线诶迄个学习者有时阵就真困扰你若问我意见即个歌仔戏、歌子戏应该安怎讲？我感觉爱讲歌仔戏，你知影？因为迄根本迄个词类是台语你是 Mandarin 华语教台语的，所以你爱教台语的讲法迄字拢是少的，迄字无重要你音你就教台语讲歌仔戏无你就教标准华语讲做歌子戏若讲歌仔戏，迄是讲一个广东话音，我感觉这上不得不切但是台湾社会是大家上关系讲即个歌仔戏好这嘛是台语有看到无伊虽然落要变做即个华语的即个蛋仔面但是伊来源是台语咱台湾为即个落要就是9年，应该讲
2018年即个12年国教的考公开始吼，国小用咧选7个东南亚国家的话语。即个政策我真侪场合我嘛拢有讲过这是真坎坷的一件代志全世界无一个国家的语言政策是安尼做这是政治正确完全无符合语言学的即个理论的但是马英九的时代做蔡英文的时代甲新落来蔡英文的时代嘛同意所以这因两个无上正当的拢同意就只好安尼好，咱即摆无要讲迄个问题，咱即摆讲咱台湾社会有真侪东南亚的即个新住民所以有时阵像台北车头地下街往西边行，有一区真侪即种印尼餐厅马来西亚的餐厅，毋知恁有去过因为我伫台北所以较熟去到好你看伊的菜单，咱即摆讲两个，甲咱台语有相关，甲咱台语有关系。即个物件，即个爱叫做沙地若普通腔就是沙地啦对字音是对字是对一声。即有人讲是甲潮州话有关系，因为潮州话迄个用病的潮州人就是读高平调那咱台湾话就是即个沙地尔我讲的嘛是台湾话只是我讲的是外的母语的腔口沙地汉字咱这是少字啦，这毋是本字或者伊来源甲汉字也无关系咱即摆有看到伊这来源就是印尼话、马来话印尼话就是马来话，90%几拢相同，伊迄是后来政治上即叫做啥物？印尼独立就这个找出一个印尼话若无古早干那一个马来话，所以这个言语的名称永拢是政治因素，有时阵甲言语学家伊的分类，若是言语学家咧分类你可能会讲这是相关的，但是伫政治上，因为政治关系，所以伊就变做另外一个名称这言语名称这政治意味真重，我即摆无要讲这或者来源是即个印尼话、马来话，咱的词典是写印尼话啦事实上就是马来话。过来下骹即张就是我伫台北车头地下街翕的，即你看伊写一个 KUE， 你就爱知影讲 K 读高甲咱大陆同款顶头迄三地 T 读倒你看 T 读倒现代英语4条，若是即个 T 的伊会读送去的变做，可比讲 TOP 变 top K 伫头前 KILL kill， 这种变送去的，这就是现代英语一变啦。咱即摆讲的这种话，这是印尼话。结果印尼话你看 K 读个这要讲啥物你知影？有人要看卖 KUE 我讲甲台语甲咱的话有关系有人知影即壳塑胶壳塑胶鸭仔对即壳边佫有迄应该是糖浆的款我迄边无甲买了，因为我是干那要去，我是经过啦要赶时间，我看着经过哇，感谢即个杨文慧杨老师，这里就是漳州的粿，咱即个粿有腔口差，厦门腔是粿，泉州腔是果声调各种全腔无相同伫马来西亚、印尼嘛有真侪讲咱即种话的人，因遐叫做福建话，或者是福建话、福建话马来西亚有诶应该是北马甚至是较活漳州腔所以伫南洋新加坡吧同款，差不多即里我看到真侪拢是读漳腔的粿较侪所以伊即搭印尼话直接甲招入去呢，直接招入去写做 KUE 即跟台语有关系过
过来即条布条啊，即道布条啊，即就是咱即摆总统的故乡哦。总统倒位人恁知影？我问看觅，恁敢知影？赖清德总统，伊是倒位人？肯定哦，感谢，这是 Carol。有个人吼，当做伊是台南做市长啊，叫是台南人啊。有啦，今年咱新闻哦，啥物伊旧厝无，迄个做摊空迄个寮啊，哦，迄伊个旧厝啊，所以新闻就定定咧报，就是伫万里。我即张布条，即道布条就是伫万里翕的，万里诶，间规定迄间大庙啊，应该是妈祖经的款，我即马袂记哩咯。对面有一间咖啡店，即间咖啡店是咱台湾吼街仔头正思雄诶一间咖啡店。即间咖啡店的名叫做85度，咱迄85度 C 吼，迄摄氏华氏，你莫插伊，咱台湾无咧讲华氏，所以咱咧讲迄个几度吼几度，你毋免插迄个几度 C 啊，所以85度 C， 老大人伊安怎讲？伊就讲85度啊，吼！你这咖啡去倒买85度啊，要买毋过来85度，甲你买一杯咖啡吼，互你食咖啡。好，伫咧间咖啡厅的门口吼，雕即道布条啊，哦，即咱台湾社会哦，伊有4纸，其中第3纸即个号做咖啡色的、红色的，甲即个青色的，即青色吼，毋是干那指即个 green。青就是蓝的话，不分蓝绿啊，蓝绿不分是怎样？这 green blue 拢是咱的话青色，咱古早咱的话，咱每一个民族伊的舞调吼，伊的迄个思想内底，有的就是无迄种色水，有的研究学家讲吼，有的民族敢若5种色水俩，啊，咱的文化内底吼，就是青包含即个 green and 即个 blue。所以国汉文嘛同款啊，中华民国的国旗，什么白日满天红，青天白日对，哇，青天白日你抬头一个看，哇，这天顶这是什么色的啊？这敢若较活 blue， 较无活迄个 green 对，所以青的咱台湾话嘛同款。哦，阮老母较早我细汉的时阵，去叫我讲啊，房间迄间青的迄较青的卡网吼，甲我关来。啊，去伊个房间，无 green 的哦，啊，落好伊讲啊，都即骹哦，即骹都 blue 的哦，咱知影讲哦，即个青的包含啊，即个 green and 即个 blue， 其实还有 purple， 就是球仔色。咱的淤青吼，淤青迄丸有时阵吼较 green， 但是有时阵较活 purple 有无？啊，有学校即马无咧用的迄号做。健康中心无咧用的，叫做紫药水。紫药水台湾话安怎讲恁会晓的？即马是无咧用啦，所以反大都听袂着啊。台湾话就是叫做青药水俩，紫药水叫做青药水。所以咱即马咧教台语吼，有时阵你袂用咧用迄种现代学术哦，尤其哦，可咪讲美术，你袂用现代美术迄种严格迄种规范。咧讲即种色水，你也知影讲即个民族，咱的祖先，咱的老大人，古早的文化，伊安怎思考即种言语思维的关系？有的民族伊就是无像美术界的规范安尼。哦，啊，咱即摆知影讲，这是青的，无毋对，即是讲青的嘛无要紧哦。啊，你要较严格，你讲蓝的嘛无要紧，蓝的嘛有咧讲啦，哦，好。即3字吼，啊，其他就是讲欢迎大家来阮店里来交关，啊，阮有咧卖即3项物件，哎，伊就是安尼讲。第一项真简单 ，K 读个 P 读 b，甲咱大罗同款啊。你看这东西，其实我就是咧教大罗咯，啊，为咱台湾社会看会得着诶，哦 ，K 读个 P 读 b，K-O。就个个报伊比国比，恁兜若有1年的看护，你可能嘛有听过伊讲国比，啊，若无你今仔日甲问看觅国比是啥物？国比就是咖啡啦，啊，
好，啊，我即马转过来，等下吼。啊是安怎？伊这写即个吼做国币，啊落尾，咱即马乃叫加币，因为伊是外来语啊。啊外来语伊这音韵的即个变异吼，较特别，莫讲较特别啦，就是讲伊有一个音韵的演变。古早事实上咱有读做高币，即摆金门甲闽南吼，也阁是有安尼讲哦，嘛是讲高币。啊汉字哦，迄个歌谱、歌册即 BOOK book， 包 Q 口叉咧，Q 口叉毋是干那迄个音韵，啥物鸡吧、鸡吧 ，Q 口叉四类包 Q 口叉。像我细汉毋捌听过册包，你知影？恁敢要相信？我毋捌听过读册呢，因为阮讲读字啊，哦，读字啊，读字要写啥物啊？读字你就是爱写，我写互恁看，读字就是写安尼啦，安尼。结果有一遍，哦，这模拟场合咱袂用讲诶，就即个有人讲啊，这个是写国语啊，扣分俩，啊领话，啊阮讲读字。啊，读字无写呢，啊无要写啥物？结果阮写阮的母语，读字讲要甲阮扣分呀！啊，冤枉哦，大人哦！啊，这台北话有诶，无用原音诶，伊就会变做读珠，有无珠宝哦？啊，所以我细汉毋捌听过珠宝啊，毋捌听过册包。阮阿嬷拢是讲读珠、珠宝、珠粿啊、珠刀啊，全部粿嘛是珠，啊，阮就是爱写即个啊，所以无讲吼。BOK， 毋是册，这是台语啊，不是只有写这个字才是台语啊。台语不是只有一种腔调，台语不是只有一种书写方式啊。吼，这有甲别种腔口啊，甲阮的乡亲哦，阮这种腔口的乡亲啊，这名古新冤一个，后摆看到人若写这吼，你袂用咧一困头就甲人判死刑，你知影？因人无听人伊就是泉州腔的啊，哦。哦，林子祥你也有来山顶哦。好，啊，这个啊，所以这就是高币啦吼，这个金门、闽南地区也有咧讲高币。啊，南洋吼，我看卖啊，歌册写出来呢高币歌谱哦，啊，所以 BOK 吼，阮也无讲泉州腔的歌星哦，像这个芒角诶，这个号做王思明哦。伊就因啊，个即个啥物人啊？我即摆煞袂记。哦，牛上林因后生即摆也住伫邦桥，有一遍我为家己甲载转来邦桥吼。牛上林因后生，伊都拢讲歌谱啊，无咧讲歌册，安怎？啊，都泉州腔诶人无咧讲，就是较袂关系讲册，伊会讲字，啊无就像歌册，伊就讲歌谱。哦，所以册不是唯一啊，各位乡亲父老。好，来，这个歌谱吼，就写做高币啊，高雄的高。大理大词典，即摆诚侪人拢会运用这大理大词典，伊就收录高币甲这个加币，这是我看到差不多为即搭开始有这个加币的记录，伫即搭进前就是高币。啊，你会发觉讲日本话，你若学过日本话吼？像我日本话较早诚认真读俩，我有通过迄个 N 字，后来哦，就拢会研究台语，所以日本话即摆已经芳去啦。日本话加比毛汉字啊，伊是写做即个日啊字边诶。所以你伫台湾诶街仔头吼，你尤其台北市，你只要看到迄看板吼，伊若汉字写日啊字边诶吼，迄间加比厅应该头家是日本人。啊，若写口字边诶，头家应该是台湾人，多数有即个情形哦。啊，你若去日本游览，佫较免讲哦。日本看到你若看到有写汉字诶，就是日甲字边诶，而且日本话加比汉字诶写法。啊，所以伊迄摆汉字安尼写，啊有主两个音，一个号做高比，一个号做加比。哦，其实吼，即伫闽南语上早是高比，或者是高皮，啊送去诶皮后来无传。还是来自咱顶一张
豆芽片、香片，即马来话、国币啊，高达闽南地区南洋的福建话，有原是读做高币，甚至等下相片还佫会看到即个物件后壁佫加一个 TIAM，T 读倒盐店，高币店，高币店就是咖啡厅，高币店咖啡店的意思。佫有你若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去游览去佚佗，我真正较熟，因为我捌去新加坡调查2礼拜迄摆去调查金门会馆，所以我较对新加坡较熟。你新加坡、马来西亚迄边的人伊甲即种乌咖啡叫做高比乌，高比乌迄个乌就是修饰语、修饰语、后置修饰语放伫后壁，亲像咱迄个米粉叉、豆干糋、沙鱼烟即种 morphology 即种叫词你看乌放伫后壁，所以因南洋叫做高比乌，高比乌就是乌咖啡，只是讲因南洋的高比乌有掺糖啦。咱七个有无？历史小是迄七个，迄小七云母啊，拢嘛叫七个，佫有诚侪所在，我知影台中啦、屏东嘛有人讲七个也是专家啦咱的迄个乌咖啡是无掺糖的，这是差伫即搭。好，这是一种修饰语后置的叫词法。我有一个朋友伊甲我讲伊较早伊嘛定有住过马来西亚，佫有一个叫做高比类啊。高比类就是迄个爱啥物爱乌西啦，你可比讲你看家私一直看无过，在地人就讲你无揜高比类了高比类就是迄个乌西即种迄个红包啦，你无洗红包了即个台湾话即摆叫做咖啡我的判断就是为日本时代开始因日本话写做看若是可喜，这是为荷兰话来。若汉字是逆甲离平的，因为即个逆甲离平的咱的话读做加，正途读做加。我判断讲加币就是因为台湾人伫日本时代，因为日本话汉字写做即个逆甲离平，所以才甲头前迄字高币改做加币这是我的一个浅见请互大家参考。即摆咱佫转来看拄则讲到倒落讲到即个。国币我中即个红色的即个讲啥物？红色的即个就是咧讲 juice 因为卖即个果汁果汁咧卖果汁即 es 即读 s 就是 ice 就是冰了即应该甲理解做因遐有咧卖一寡凉的咱讲饮料凉的即张伫咱赖总统的故乡即个。万里85度，几啊年前我翕的咯，即摆毋知，即摆可能若有吧换新的啦所以这是罗马里用的来书写来写各种话语，伫咱台湾社会即摆你看到即张是我有一遍有人请我食一杯凉的，伊讲迄边嘛是做咱本土语言的功课，伊讲来，我中昼叫一杯即凉的写 K 话即字是 K 话。蛮K 话所以 K 话吧用罗马里来写，只是伫罗里用 K 话咧用罗马里咧写 K 话，食汉字啦，看袂啥会得着，嫌用汉字写K 话都少佫何况就是即个罗马里古早这是圣经，咱的话这马太福音段马太福音段即个合法西安合法讲，西安合法。讲马太福音村这我较早你讲的这对这间我嘛足介意中六句这是 K 话咧写的圣经啦所以伊内底罗马这白话字文献冇 K 话我有一个朋友或者区地位伊足认真的，伊 K 话即马伊是。大龙帮的人K 话讲了诚认真伊真足厉害伊嘛做诚侪这方面的研究佫有陈无真教授严格伊伫山顶，你若有兴趣去查陈无真教授伊即个 YouTube 有讲伊嘛有演讲演讲即个白话字拢有放伫
迄个山顶，恁两个去坐来出来听，出来看吼。啊，卖用来写原住民的话，这是对这有这西式族哦，就咱台湾话写这个西仔的西啊，读设计设，就是这是这个什么人设的，迄个设啊，西式族。我有一遍带囡仔去迄搭哦，哇，看到这路标，这才是上好的本土化 localization， 你知影？对，一抓爱先写在地，先写因迄搭。啊，咱嘛是，咱台湾论真吼，像台北市根本自早全部拢嘛讲台语的。你只要是客人还是原住民，拢是外来的。啊，即摆就是吼，因为三北地区吼，一半以上的人皆是都市地区，一半以上的皆毋是台北人，毋是在地人，所以这台北地区的腔口就乱去啊，甚至迄个族群嘛足多元的，讲乱去，佢有人有意见，讲多元啦吼。好，啊若无的话，理想就是讲，迄搭本来是讲啥物话，就教伊讲学校囡仔就免得嘛选啊，像拄则咧讨论咧手语，迄嘛是一个真涵盖的政策哦。啊，迄咱今仔无要讲，我的想法就是爱学瑞士话语言区有无？经过一个崩空，就为德国话区变做意大利的话区。咱台湾话本土语言应该安尼做，才是万年求弯哦的一种做法了。无即马教学组吼，大家做较哀叫，咱要催促一个政策吼，需要的是朋友，咱需要行政人员来甲咱支持，甲咱応援。咱即摆做法是啥物？你知影？咱即摆做法是制造敌人。行政若无支持，你即个政策条路或者失败，所以咱爱找朋友，咱爱求朋友，咱毋通制造敌人，爱互人好做代志。政策的制定就是安尼哦。咱想讲，对于山叶困了是安怎会？大家爱白叫母，伊困了伫倒落哦。啊，我的建议就是哦，应该是买，哦，毋免阁选了哦。啊，即个但是安尼做哦，即客人甲原住民哦。就绝对会反对，因为因就是无爱，因就是，但是真正要保存客话甲原住民的话吼，毋是野钱的市区，迄种钱等于大海。真正要保存客话甲原住民的话，爱转去部落，爱转去客庄、古调。纽西兰就是安尼，我有去过纽西兰，毛利就是伫迄区安尼做。钱压伫迄搭，绝对会成功。啊，咱即马毋是，咱即马倒头走，咱即马部落啊，无啥咧，因为因着讲迄种话，实际上你去原住民部落听到拢是华语啊。其实你爱去迄搭古调哦，啊，都市所在毋通压钱，迄是政治人物，因为因有民意代表，所以因着点来争取一寡，结果拢是为着选票跳啊卡，咧鼓伊个跳啊卡的生活哦，这实在是我感觉钱拢淡薄乌白开。好啊，讲伤多啊！即马转来讲者，这是我的理想，就是原乡吼，我对伊抓是即个在地啊，过来则是共通语啊。咱即马台湾即个 lingua franca 即共通语就是 Mandarin， 而且咱安尼做是我上理想的做法。过来原住民的公文，几啊年前吼，这是2017年，新闻有报讲，台湾头一份。全部皆是族语的公文发出来啊！网友真好嫌讲，哎哟，啊，这原住民吼，竟然看会晓英语了啊！你若英语袂歹的人，你应该会看会出来，这内底照讲是无英语了，你袂用咧讲这个，或者啊，叫做 no， 叫做 to， 有无啦？毋是安尼了啊！啊，这是原住民的，这是阿密斯东部的哦。啊，其实对咧。对迄个 K， 你着爱会晓读过原住民16族42个方言别，甲咱同款 K 读过，所以咱爱找朋友哦，三国的你知？好来 K 读过，嘉陵国是啥物所在啊？恁有人知影无？有诶，可能上过外课有听过。
我有一遍吼，坐车去花莲去上课，哦，花莲坐车去上课，我实在是即马感觉食忝啊，食远哦，所以敢若有诶人就较无爱去上。啊，即个今年吼，我足衰，我7月初2要去迄个花莲上课，结果7月初2我想讲吼，我拢透早去诶，我即几年拢无爱过暝啊，我透早去，结果花莲都地动啊，搁崩山有无？我讲袂啥妥当，我真正暗先去，真正暗做9点外，我都处理吼，啊点喙较好，较会用做看代志。啊，去到河啊吼，9点外10点半停伫罗东，啊那停咧，那拢袂叮当，啊过10几分钟风送，头前迄个崩山，啊铁路袂通。所以即马车吼，好车帮要搁转去台北挖病啊！我就是惊袂通，我提早去，结果说啥物毋捌饲猪，撞着猪老师啊，真衰！嘿，结果只好搁转来。啊，我有问迄站务人员，啊，公车会通袂？公车嘛袂通，啊，所以我坐2点外钟去到罗东，搁坐2点外钟转来台北，转到厝已经1点半，无才即个半工去啊。反正日只好用线顶的，所以甲即个花莲的朋友吼，讲歹势吼。好，我几啊年前吼坐火车去花莲，啊，迄马吼，我就这是应该是10几年前咯，啊，我就甲翕相，啊，了后我迄边也无啥物泰鲁阁，啥物即个票嘛、普悠嘛啦，拢也无诶。所以做自强啊，自强诶吼，伊伫花莲头一站吼做新城，就是即个德鲁固泰鲁阁吼。啊，伊就讲，伊会讲风送伊安尼风送，我讲你听。伊讲吼，下一站花莲，后一站花莲，下一站花莲 ，next stop 花莲，最后即个卡林谷。我听到即个吼，因为我诚久无去花莲啊，我10几年前迄摆去，哇，这应该是原住民的话，但是我毋知啥物音段。后来花莲的校长吼，即个赖建雄校长甲我讲吼，花莲多数的原住民吼，因的话就是甲花莲叫做嘉陵谷，啊，伫即个原住民的话内底吼，声调是无意义的，所以我遮的记音无同款，迄无要紧。你要读到一种拢同款，吼，迄原住民的话是无声调，我遮是单纯记词东西，我听到啥物我就记啥物。啊，个原住民的话吼，送气甲无送气嘛无对立，吼，原则上是无送气啊。你要读送气嘛无要紧，吼。啊，其他的萨基扎亚啦，吼，啊是男士的，即个阿密斯，因有诶讲那么古安，啊，迄个时阵我才知觉着啊，就是日本话啦。咱即个花莲吼，古早诶地号名，你读台湾史会写即花莲港有无？你即马去花莲中山路迄教会还佫写花莲港教会。花莲港即3字，日本话安怎读？或者卡连国，古早就是读即3字诶，即个地号名。到日本时代，咱台湾有叫做3字诶地号名，才甲改做2字。哦，啊，即嘛相款落尾才变做2字。啊，改做2字吼，你看铁路局咧放送，伊是读第几声？伊读第5声花莲，自早就是读第5声。即马社会上较常听到的第1声叫做花莲，迄是上新的啊，各位乡亲啊，迄是上新的。所以有人吼，伊讲啊，伊去问即马花莲人安怎讲伊的地号名？伊讲花莲人即马讲花莲啊，你就爱知影讲。即马伫花莲市区的人哦，一半以上毋是在地人。你听我去问，伫花莲市区，真侪拢毋是在地人啊，毋是遐出世的，拢是西部、北部倒落搬去的，真侪。啊，所以你第1声是后来变的，上新的。花莲是上新的，哦，啊，佫较早，就是第5声，就是铁路局。铁路局这放送这录音真早咯呢，啊，所以就是花莲。啊，佫较早是3字的。是啥物？
是花莲港啊。头一日读白头的花呢，毋是读花哦。古早有一道歌叫做《大东调》，我无爱搁放有讲啊，你有兴趣家己去抄。伊内底就有唱着来去大东花莲港，就是唱花莲港。所以伊做的即个地号名就是花莲港，变做花莲。即马上新的变做花莲。咱的话正腔的吼，因为5变7，伊6变7，所以伊即个话音吼。本对第5声会变做第1声，可比讲秋龙变做秋，我讲普通腔啦吼，秋龙变做秋龙，官网变做官网，猪肉一条变做猪肉一条，花莲变做花莲，哦，这是我的见解哦。啊，所以花莲是上新的哦，那搁较真正的是花莲，啊，搁较古老的是花莲港，哦，啊，即马当然有的人毋知影即个地号名。啊，毋若台语哩啊，合法的腔用啊，客话嘛是同款啊，因叫做法莲讲哦，嘛是3字的，因为你看台湾史较早就是写3字的啊，哦，八月里的文献，咱今仔日的主题八月里，台湾府城教会报，后来有改名台湾教会报，1914年，其实真侪拢是写花莲港啦吼，但是有的所在嘛出现这种花莲港哦，这。可能真正有人安尼讲，也是我若要叫我归说，我会归说做变体啦。啊，多数是花莲港啊。啊，搁再来，即张相片，你即摆若去花莲，你看车头伊遐的音，即个拼音吼，有的第二音节是拼做 LIEN， 有的拼做 LIAN。若是拼做 LIAN， 就是后来马英九迄个时代开始改做汉语拼音。爱写做 LIAN， 啊，若是委托马是照伊听到的去拼音 ，LIAN 就是甲咱注音符号同款写迄个EN 啊了读做烟，啊咧委托马是直接听到烟，所以伊会写做 IEN， 哦，这无啥送哦，这顶头这是委托马，这是汉语拼音哦。好，这个就是。花莲港，所以咱转来看咱即马即个原住民的公文吼，客读过，我拄则有讲哦，客读过，所以嘉陵国就是花莲啦，哦，第一个地号名就是花莲，啊，花莲的道路啊，客读过，即搭客读过，啊，搁有一个 W， 花莲市边头有一个乡镇，这是官话啊 ，Mandarin。这什么所在啊？这是光复哦，光复啊，光复的行政区是什么？是乡哦。日本原住民讲啊，请问你们原住民话哈，这个光复哦，台湾光复要怎么说？伫因的文化内底无光复这件代志啊。光复怎么说？光复原住民话嘛叫光复。啊，那乡公所的乡怎么说？因的文化内底没有乡镇啊，所以按怎讲，嘛是少华语的乡，这伫言语下叫 long word， 就是少时啊。天骹的正所谓话语话的拢会少来少去，袂少的就是啥物？已经死去的，无人咧讲的，啊，都无人甲人接触啊，所以伊就袂个少啊。英语有29%是为法文少入去，因为较早去互法国统治过。台湾话咱知影诚侪，拢有少日本的啊，论真吼，嘛无讲诚侪啦。占咱的话内底所有的，咱的话内底其实是一丝丝啊，尔。所以有的朋友定定讲哦，泉州电视台切落吼，听袂晓哩；漳州电视台切落吼，我听袂晓哩。哦，啊，佮迄台湾话吼，穿即个啊，穿西米露，夹内骨带，哦，啊，穿。slipper 啊，徛什么？徛奥多拜哦，啊，安尼讲，闽南人听袂晓哩。咱少日本话吼，诚少啦。哦，你去到厦门、泉州、漳州，这粒嘛是头，这双嘛是手，你咧行路的嘛是骹，咱大多数是同款的俩。所以迄号做啥物？你听袂晓泉州电视台甲漳州电视台，迄论真是伊家己台语程度。
无够牙，则听袂晓哩。你台语程度若有够牙，哦，你应该袂讲出即种话。哦，所以我嘛支持台独啊。哦，台独吼，我赞成迄个林茂贤教授。咱古早吼，台湾史的教授甲咱讲，台湾甲中国吼，即个几百年前吼，就无啥送啊，啥物无，一直点仔咧讲诶，拢无较蛇呀，切袂离啊。即摆民进党，逐个捌讲中国话，有无？逐个加捌讲中国话，加捌写中国字。哦，所以咱头壳吼，毋通压胆啊控骨哩，咱头壳要转一下。咱的祖先甲咱教是一句话：上祖公又搁安怎？上祖公嘛用独立的啊，一人一家代，公妈随人菜。这个林茂贤教授就讲，不用去中，不用去中，因为中国文化是咱台湾文化的一部分。咱台湾文化博大精深，咱有中国文化、原住民南岛文化，有战后美国文化、日本时代日本文化，咱是一个多元的台湾文化，完全无需要去中台湾叫未来。这是我的见解吼。好，啊，所以吼，这搭号做花莲光复乡，最后这个号做，这应该是要讲公所啦，这是伫阿密时代对伊的原因啊，伊有诶哦，伊的有甲乌吼，无对有诶。有的人都是感觉是自由变体啦，吼，所以这可能有的人会读书，哦，啊，伊只是写做有啦，吼。你有时间，你若有闲吼，你会用咧原住民的电视台甲切落去听看觅，尤其报新闻，新闻吼，因为上新的啊，所以吼，你袂完全听袂晓哩哦，原住民的话，伊若咧报上新的，可以讲美国总统候选人。阮陆港是讲候选人呀，川普阿普啊，哇，叫变变，内底你应该诚侪拢听会晓。可比讲伊要讲啊，今天因有因的俗语啊，怎么讲？总统赖清德，总统赖清德，原住民话怎么说？嘛是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卓荣泰啊，这几字七字要安怎讲？原住民的话也是行政院长卓荣泰，所以你内底看新闻哦。真侪，你配合迄个字幕，你是听会晓哩的哦。这真深刻，因为招时啊，招入来哦。啊，所以这是正式的公文，原住民的话嘛是会用哩用罗马字来写哦。啊，下骹当然写下骹，咱就袂晓，因为伊毋是迄种招时啊哦。啊，这是屏东的吼，屏东的公文，咱就袂个讲啊。即马开始来讲咱哦，咱的话。咱的话罗马字吼，差不多出现伫啥物时阵啊？为即马看会得到的文献来看吼，应该是16世纪的末期，迄拢甲大航海时代吼，迄个啊个基督教传教有关系。所以时当时吼，世界诚用的即种船艦船舰即个西班牙因奉色。有出钱叫一寡人去坐船出去看觅啊，去传教。西班牙的传教士，这个人有汉字的名，或者高武宣，高是高阳的高，武是母亲的武，啊，这搭应该爱读做郑州音，读做母亲，啊，宣就是迄个新鲜的鲜，新鲜的鲜。有的人名吼，像金门有一个校长玉宣。玉宣我真久无看到伊啊，即个羡慕的羡，伊嘛是读宣，用咧读合口的宣啊，所以即个传教士伊有一个汉字的名，就写做高，我读泉州音是高武宣啊，即个完全甲伊原本的名是有对应的啊。伊所编的即份做汉语基督教教义诗，是应该即马差不多1593年迄个卡头，这年过吼，有的人的看法是无啥送的，但是差不多伫迄个时阵，所以咱甲写讲16世纪的末期差不多，是上早的文献，到今吼已经有超过400年的历史。下骹即份是有一个真有名的学者叫做连彼得教授，伊去高定的图书馆，啊，个大英图书馆英国
尤其是这罗马里，这照伊的文章所写的是即马伫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应该是大英博物馆，毋是大英图书馆。博物馆内底所以咱看袂到原本，这是为伊的论文摘出来，咱来读看卖伊即个高义诗有汉语版的，佮有罗马语版的罗马语版佮有2个版本迄搭史东时这诚侪文献拢是正腔的，拢是正腔，所以咱即马来讲正腔阮有冤家本头刘氏，这个人名后壁再读轻声，应该讲咧讲李姓草民老氏若是郑成功的草民第四名故心冤这是咱的话咧讲安尼讲，所以大家讲做刘氏救援，这人称大事爱读轻声救援，因为三打孤律是记号这咱毋知啥物意思白囝便比你拄三毒力赞愿，这个赞就是帮赞的赞，只是伊汉语无写伊汉语写即字，这是混读的好这份是咱现主是应该看得到的上早的文献这拢甲基督教有关系啦超过400年咱讲即寡文献毋若即份真侪莫讲真侪啦，有几啊份2018年，即用咧读2018年，嘛讲2018年，即偌清德今年咧选举，伊就讲2024年，请大家就爱支持阮偌清德甲即个萧美琴所以你用咧读2018年，嘛用咧读2018年开始清华大学就甲史东时大航海时代由西班牙人所编撰的史诗，或者是九义诗重新出版，高达已经出版到第5，伊要安怎讲第5套因为迄拢无俗比讲第1套4、5卷的款，16000几块恁若有兴趣，恁去图书馆借来编看卖，即个爱去较大间的啦迄大间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大代、师大、清华即种的较大间的拢有啦咱来看其中一页，这你看这自由时报无介绍，因为迄摆因清华这个法律的教授有开记者会伊讲400年前安怎讲有汉语倒手边第一纸是即个西班牙文咱袂晓哩看第2纸这是有汉语你会晓哩，过来第3纸这就是罗马里环伊的声调第5声是一横的环形过来这你看会晓的袂？这叫做这漳州音嘛，这读西梅风西梅风400年前的文献都出现这个西梅风泉州音爱读水门风台湾话叫西门风，台湾普通腔叫西门风其他咱无爱讲就是甲大家讲有这种正有历史的文献写罗马里的咱的话好这种咱的话写罗马里的台湾我讲有一寡，但是有时阵你去外国，尤其南洋，我一直感觉咱这种话讲啥物迄个 native language 或者本土语言你的视野、你的视野、你的格局伤微我直感觉伊毋是干那本土语言，伊根本是一个 international language。伫南洋新加坡、马来西亚蒙来迄个吴尊就是迄代人即个印尼菲律宾泰国有足侪潮州人，潮州话就是甲咱同款的，只是文白图因关系读白图较侪去到迄搭慢慢听，你听会晓哩咯。好，即摆咱就来看即个所在，这是泰国上大的一粒岛，这粒岛叫做普吉，因的话应该是普吉，所以嘛是同款
PH 读破啊，普吉普吉岛啊，Thailand TH 读特，甲咱台语同款啊，甲大陆同款。拄则讲，即叫做高比店，伊汉字还是因的习惯，因安尼写伊写罗马字，你看下骹三个罗马字，我甲你解说，你就会晓知影讲，即叫做泰国普吉的即个高比店过来即张看板，即嘛是高比店，即间店的店名叫做啥物啊？叫做马西的汉字，伊甲你写做安尼，所以伊叫做马西高比店，真深色即间店。过来这我伫新加坡翕的，顶头这啥物？这毋是芳啊，这是米粉啊，米粉，拉米粉啊，米粉呢？你看写罗马字啊，咱拄则讲这叫做粿就打出现啦，粿条，咱台湾话一般讲粿仔条，无就讲粿啊。今年新闻定定咧报迄个出代志的，就是迄个粿条，迄个粿啊啦，迄个河粉，若是即个越南料理是河粉，咱台湾或者粿啊、鸡啊、粿啊、粿仔条、鸡仔条、粿仔条这就是炒粿条这嘛是其实咧写咱的话。即搭恁若有机会去搭你甲记起来，我感觉袂歹食，而且较俗啊。你去迄种啥物观光地区的诚贵这毋是观光地区的，这是因生活中在地人咧食的，生意诚好，袂歹食，无贵。所以你看即间店名叫做啥物？或者福利，看伊的罗马字，这就是因在地人所讲的福建话，福建话福利。咧卖啥物啊？卖粿条面啊，粿条面，因为大声调精全蓝，嘛是蓝甲正皱纹，所以毋是干那一体啦，规啊体粿条面像这看板，伊就是咧讲阿公阿公伊写安尼啊，庙定雪，应该是庙定雪，还是庙？我毋知恁兜读啥物。来，请讲，你敢有啥物问题？你举手，定雪若无我就继续好，这个阿公讲啥物啊？讲古早所以店名写阿公阿公，罗马字写阿公有这是一个这边若讲美食中心因迄搭诚侪这种美食中心这片足大片的我深去的时阵我豆豆读10几秒前我发这着咱的话伊咧讲这叫做啥物主角中心，你爱用咱的话来读做德卡 center。咱的话所以因南洋嘛开始知觉到因的母语豆流失去了，尤其像这个所在，这是伫马来西亚或者槟榔丝槟榔屿啦，槟榔丝，即马叫做槟城因的话槟榔，即马敢若较关系讲音译的槟榔若咱的话爱叫槟榔丝槟榔屿。因嘛是咧吹杀在地母语即搭新年过年的时阵咧写问联哇，着要用咱的话母语来读即搭有400问联。正秋平第一百就是要讲生理兴旺，只是讲伊的生理的理伊毋知影爱写迄个道理的理生理人的理就是道理的理。第二百或者大吉大利这无问题。第三百爱写是要讲心正如意伊的正伊无写正字的即个正个正个初一迄个正字，咱即个正个初一的正字古早听讲是要闪迄个或者真死亡俩，真死亡或者永正
用正啊，所以古早你这里不用去读科声啊，国语也是一样，你不可以念作正乐，你要避讳秦始皇的嬴政，所以就要读做正乐。台语嘛同款，你不用讲对三声的正个，不用，即讲正个。啊，那后壁佫有吹几个变调，正个吹一还是口破音啊，伊来源听讲是要闪迄个真死哦。过来最后一个，这是漳州话，所以我即摆用漳腔来讲，叫做五福临门啊，泉州音门啊，漳州音读做门啊。伫这马来西亚槟榔市即搭因即搭是偏漳腔的，所以五福临門对。张玉居张老师替我拍新正迄两字，感谢感谢。过来这是印尼，印尼这什么所在啊？这叫做马鞍，你看伊这个所在，马鞍，马鞍就是马里的马啦，巴厘岛迄在地迄是录音啦 ，voice 喺读马里。啊，华语无即个录音，所以华语人就变做巴厘岛啊。啊，这是马鞍，一般鞍就是写迄个即什么啊，眼科的眼。伊嘛有咧选举，啊选举的时阵，甲咱台湾相同，嘛是爱跪落来拜票，拜托大家哦，等候我是啥物人啊？看伊的拼音，铁塔的哦，伊号做陈川峰啊，哦，请大家等候我陈川峰一票，好无？好哦，啊，这个川你看，这就是甲白话字的系统相款啊，咱大陆无教这个哦，好，这个川吼。全序部，阮较早听老文的就读做川师部啊，哦，所以这里爱读川啊，对一声啊，这里叫做全氏叫做川式哦，所以这里读川，陈川峰哦。好，即马开始来讲咱台湾为古罗蜀国的时阵，古罗蜀国吼，台湾上早的领导人头人清朝进前的这个人来统治台湾。这个人，咱大家拢知影，什么人啊？叫做郑成功。但是郑成功吼，外国人无叫伊郑成功，嘛无叫伊朱成功，嘛无叫伊郑生哦。外国人拢叫伊这个名，叫做国姓爷，写做罗马字，英语就是安尼，国姓爷，国姓爷。外国人叫郑成功，就是叫国姓爷。哦，你若学即个台湾史的吼，你外国文献，台湾史吼，真侪外国文献哦，毋是干那汉字哦，拢安尼写哦，一般。过来，只要有一个国姓爷，国姓爷吼，哇，倒手边，佫有一个因老爸啊，因老爸叫做啥物？因老爸有一个片名，田志良有一个片名叫做一关啊，你看顶头罗马字一关一关哦，这外国人。史东时咧叫郑成功，咧叫郑志良，拢是叫伊的母语，拢是叫伊的母语哦。过来铁塔岛，咱知影这是淡水哦，但是安怎咱坐捷运去到迄个所在，也是台北的这捷运的车头，伊的拼写方式那 SUI。SUI 只要讲就是爱读风水的水啊，针对这个问题吼，我有去查15世纪、16世纪的地图文献，我发觉一件代志。史当时15世纪、16世纪西班牙、法国人吼，即寡葡萄牙人的即寡文献地图，原则上绝大多数就是安尼写，就是写做啥物？写做淡水俩。那这个有走去，我甲抄一个哈。为地图你嘛看会出来，古早这个地号名就是较关系读做蒙图的淡水，这是汉人好的地号名。淡水日本时代的邮票，嘛是写淡水灯迄个。因邮戳哦，爱到日本时代中期，才开始出现有白图淡水的记录。这种地号名、蒙图白图吼会变。我咧
慈离咱教育部委托台大地理系咧创即个地号名即个功课吼。咱知影讲吼，爱尊重在地人，在地人讲啥物就讲啥物，但是代志毋是到遮就全拄煞。在地人吼，偏偏一哩东南西北的东，有诶读东，有诶读东啦。啊，你讲错老好啊，老好啊，害咯，你问落来老好一半一半，所以你要安怎？你毋知要，因教育部一定要有一个对音图啊，哦，所以有时阵即个地号名诚晦气，啊，佫有古金音。淡水就是即个问题，古早叫淡水，日本时代开始变做淡水。啊，个台北的即个西门，咱台湾吼，只要有城门的吼，你去看，绝对是东门、南门、北门，佫有一个叫做西门，绝对是西门。哦，台北市有西门，日本时代台湾宝岛，台北市迄个西门町迄个所在，就是用坎啊街名写做西门。彰化市西门，我彰化哦，彰化人拢嘛叫西门。台南市是叫做小西门啊，小西骹，应该是毋是个所在叫小西骹。啊边啊拆一条路西门路，哇，台南人嘛变做门头，变做西门路。台北市嘛同款，本来是西门，结果后来有一个行政区加一个丁字，台北人做甲变做西门町，啊，即马伫迄搭有一站捷运站，所以变做西门西，所以古早叫淡水，即马变淡水；古早叫西门，即马台北市迄个煞变西门。所以地号名吼，伊个文白图吼，嘛是会变的哦，嘛是会变的，这是诚深刻的一件代志。啊，所以淡水吼，伊就是马英九要甲即寡音译的吼。过做汉语拼音的时代，因有发公文，你会上网去查。我会记维基百科、易基百科，伊有讲到即件代志。淡水的即种翕啊，应该是顶公所，伊就无爱教汉语拼音。伊讲阮这吼地号名15、16世纪吼就出现啦。阮这历史比恁中华民国更较悠久啊，比恁内政部更较悠久啊。恁也无内政部啊，无中华民国的时阵，阮就有淡水啊，所以因无爱过。所以因就继续保留即个淡水，无过做汉语拼音。市东是有2个所在，佫一个就是我的故乡，做鹿港，鹿港嘛无过哦。好，啊，这是台北市啊，清朝要上闹热的一个所在。这铁塔的哇大，铁塔的又丢，铁塔的呀。啊，无皮音伊无拍出来，所以这邮票日本时代邮票，伊要登什么所在？伊登这个大吊埕哦，你看这罗马里哦，然后是台语哦，大吊埕。过来这是日本时代台北市的4大酒家哦，什么凤来阁啊，有诶我记袂起来，啊，有即间大师吼。捌翕过即个8点档哦，迄里爱读档啦，即摆人拢袂晓哩，拢读啥物档哦？本来就是档，你去查文字，咱教育部的词典写毋对去哦，啊，就将第三声嘛是我补的，但是负责补的人吼，无全部补啦，佮补一半的啊哩。事实上，迄里就是档啦，就是第三声哦。8点档怎么说？8点档哦，欢喜的，即档做了换做后档。哦，所以档案吼，就爱读档案，就爱读普通腔或者档案。我读做老师的时阵，档案不是现在电脑时代才有的东西。我们学校里头都有一间档案室，我听到的就是档案啊，就是档，那普通腔是档案哦，就是第三声哦。啊，叫即马基本上这台语界。绝大多数拢读唔到去，变成档案啊，照讲爱读档案哦，声音档，哎，要读伊声音档啊。好，这个8点档吼，大师有一出8点档搬过这个所在，叫做冈山楼哦，配在顶头就有冈山楼，毋知恁有看过这出8点档无？吼，台北市的4大酒家，日本时代哦，伊即个咧介绍的铺啊，哦。
冈山老。哦，过来做茶的吼，这是漳州腔啦吼，所以是读牛啊。台语普通腔漳着全腔读牛，啊这 A 是江音的 A， 台湾话基本上无啊，所以这是啉茶牛啊。啊，过来，这个读台湾史的人吼，应该会读到这个物件，这叫做台湾青年。日本时代吼，日本政府统治台湾，无爱互台湾人有一寡基本的权利，所以台湾人就要去甲日本政府争取一寡咱应该爱有的权利。此当时伫日本东京有一群留学生，就组织这个社团。啊，这社团吼，落尾就发行这个杂志，这个杂志名就叫做这个名，所以台湾青年，台湾青年，台湾青年就是后来你若对台湾史较了解吼，就是迄个所以变做台湾民报，台湾民报的前身呐，就是台湾青年哦。好，啊顶头你看上顶头，你有看到这个台湾青年无？顶头的罗马里，所以。伊这嘛是写罗马里呢，写台语的罗马里，台湾青年，台湾史的文献，哇，有感觉真有意思无？哦，好，过来，哦，这台湾青年，过来这个因啊吼，伊要讲吼 ，AWMOY China 好 ，MOE China 就是厦门啦，厦门。厦门外国人安怎叫？叫漳州话。咱拄则讲门吼，泉州音读门，漳州音读门，开门、关门。好，所以厦门是泉州音，漳州音就爱读做厦门。所以外国人使当时吼，漳州音较强势。咱讲到菲律宾看到迄批文献，拢是漳腔的，所以迄摆漳州音用讲是海外强势的这腔口。所以咧讲即寡地方名吼，你看厦门这是大都市，因着用漳州音来讲，甲叫做厦门，写做啥物？写做 AMOY， 读做 MOE， 就是漳州音的厦门。到单位到即嘛，日本话也阁是用卡纳、卡达卡纳片假名讲做阿摩伊，日本话咧叫厦门到即嘛也是讲阿摩伊哦。咱知影即个门 MOY 是门，所以我即摆就要互恁看即个1958年，即咱中华民国即摆也咧管的迄个所在，我伫咧搭1年半哦。1958年发生即件代志，叫做 Quemoy Crisis， 啥物危机啊？金门危机啊！迄个危爱读语啊，即摆读到危险，迄是受到险双声动画哦，正读着爱读危险。金门危机，金门危机啊，823炮舰啊，咱拄则讲，这个 MOY 是读漳州音的梅，所以这搭嘛是啊，这搭嘛是梅啊金哦，欧洲人啊，照讲是葡萄牙人，这我较早有熟悉一个教授，做甘碧威，伊早伫金门大学，即马转来师大，台湾师大哦。东亚研究所的款吼，伊就写一寡考证、K 考讲吼，应该金门吼，迄摆金门大学当创立的时阵，迄个外文吼，甲你用汉语拼音啦，啊汉语拼音，江教授就讲，不得不切，让咱金门吼，这外文的音译翻译。自早15、16世纪开始，就是 QUEMOY， 到1958年发生823炮舰的时阵，外国人嘛是安尼写，啊你即马哦，步步就拢要用即个汉语拼音矮化自己。其实咱有更较悠久、更较历史、更较古老的写法，就是 QMOY。所以你即马去看金门大学伊的网页。英文安怎写？就是写 Quemoy University， 这就无简单的哦。咱要知影，咱拄则有讲改一个名哦，迄真侪物件拢爱变，互你加载啦。金门大学
迄马拄成立无偌久，所以要过即寡物件吼，无偌济啦，也会用哩。哦，啊，你若即马台湾要过就诚费气啊！哦，好，这就是金门啦 ，Q 妹哦 ，Q 妹 crisis， 823炮战啊！有一天，我逐工仔载囡仔经过即条路，啊，咧停红灯的时阵，抬头一个看，啊娘喂！哦，这台北市政府唔正高，无简单呐、啊！哦，这条路吼写台语呢，因为我的迄个带路过啊，我带路过，伊咧报伊讲前方是猛侠大道，前方是猛侠大道，伊照迄汉字的标准音去读，但是咱台北人无人，台湾人无人讲猛侠，哦，咱是讲艋舺，对。我抬头一个看，无简单，这就是台语啊，艋舺啊 ，Boulevard， 哇，大道，为着这个捷运线、万代线，有一站叫做加纳宅，加纳就是其实无伫艋舺，伫万华区，万华区甲艋舺不等于哦，好，为着这件代志吼，伊本来嘛是用迄个汉语拼音。伊写做加纳宅 station， 即马也无通车啦，万代线、万大线。我为着即件代志，代表教育局去捷运局开会，我搁写一大堆、一两页即 A4 的即种语言学的，是安怎袂用无适合拼做汉语拼音哦，巴拉巴拉，哦，写足多呢，我去遐说明呢。啊，因为咱有一个市议员哦，即民进党的，伊叫本土意识，伊讲吼。咱教育部都有即个大路啊，是安怎着一定爱写即个汉语拼音 Mandarin 加纳宅 station， 迄人哪听会晓诶？你去答问台北人啊 ，Where is 加纳宅？加纳宅在哪里？我甲你讲，在地人我看多数毋知影，但是你若讲 Where is 加拉在哪里？哇，安尼。在地人基本上知影，因为在地人无人咧用华语讲啥物加纳宅啊，拢嘛讲加拿啊，所以因即马也无通车啦。我即马有去说明，我希望因吼，用去接受阮的意见啊，爱用在地化 localization， 对，用台语加拿 station， 用台语去拼写，希望未来看会得着。啊，所以这就是艋舺啊，日本时代，咱知影日本人吼。甲台湾的地号名改足多哦，啊，尤其港音的，伊甲即个艋舺吼改做甲因日本话，即个万读做艋，华读做卡，啊，所以就艋卡，啊，对哩音节因送去无送去是无对立的，所以你要读艋舺来用的，甲咱的即个艋舺足歪的，所以咱即马叫做万华区，啊，我拄则讲万华区不等于艋舺。哦，艋舺较北边啊，我南边的加拿即个到青年公园规大片安尼，才是罗马的万华区。好，罗马迄个因新的即个路票换新的，但是照常用台语的艋舺，哇，我足欢喜的，只是伊对哩音节变做大写，这无要紧伊无迄个后缩，迄嘛无要紧或者这是台语的，台湾的。公务单位就要向这个单位来学习台北市政府这个公务局要甲伊拍扑啊，就是要在地化，步步拢要 Mandarin， 台语哪有未来好，这艋舺，过来这个六七这教育局，教育局要编一个叫做啥物？蒙甲学园要甲一间高中、一间国中、一间国小，搁一间幼稚园夹做一个咱知影，咱家己伫教育界，你夹做一个，到时阵讲迄个运动场要共用共用，国小学生囡仔敢敢去甲高中生抢迄个空间，迄拢会造成诚侪问题，所以有即个想法的人伊这有的人就反对即马。这个蒋万安伊就无继承啊，所以这计划就安怎就结束啊。但是施东时咧做的时阵，伊叫迄个拢叫迄顾问公司啊，对，
顾问公司也袂晓哩，伊就去甲找迄个出电脑做蒙甲出电脑无？罗马里甲你写做安尼啦，啊尔话，我觉得看了我就咁要呸呸，互你加载吼，肺也无清管吼，你着爱学人公务局诶，人写网架，用这传统诶录音写 B 个写 K， 迄个因即马这就是现代汉语拼音诶思维哦，我感觉这真落漆。互你加载已经无要执行啊！哇，这杨文慧杨老师的后头出嚟加啦啊！哦，你遐个人，过来，这间海唔是海山大，这间是火锅店，这写鉴定，安尼就知是高雄哦，来自鉴定的水产哦，去迄搭食袂歹哦，这间无讲足贵的啦，哦，你若要食暗顿吼，食下晡顿，毋是下晡顿，中昼顿，哦，下晡应该嘛有啦。T 读的 K 读个的阿达打八啊，这就是咧讲高雄诶对号名打狗啊，这个打有偏音啦吼啊，但是伊诶罗马字无写出来，无要紧，伊这叫生意咯，这就是咧讲台语俩，打狗俩。这什么餐厅啊？这较早做海霸王俩，海霸王伊这规做应该讲因的集团啊，因有诶是因自早诶空间啊，有诶可能后来佫去找诶哦。这我知影伫台北市有2间，伫高雄市嘛有2间哦。毋知恁有人有去食过无？我逐遍问吼，拢无人讲有去食过哦。啊，我是感觉袂歹，袂歹啊，袂贵哦。而且我迄马去哦，足单纯诶。我就是上课要做教材，所以我就去食，啊食了翕相哦。这间是海霸王的集团火锅店，啊嘛有这种 BBQ 哦，啊是咧讲高雄的古地号名打狗哦。打狗，日本人来捌啊过做塔口，因为高号做塔卡哦，塔卡伊啊2字塔卡啊，雄或者塔口，所以之前公司有一遍咧做这地号名，我国民党的陈怡信立委咧讲哦，什么高雄又高又雄，啊，迄工就做节目，啊，我就叫我去做来宾哦，就是迄种争论性的节目哦，啊，甲我的老师德伯川，啊，搁即个某某的款哦，啊是迄个是迄个詹维民哦，迄个用读文嘛，用读文吼，伊主持的，而且有讲嘛看会得着哦，迄边探讨即个对号名哦，啊，这日本人就是塔卡甲甲咱的打狗足歪，所以就甲改做塔口就是日本话汉语写做高雄，中北部吼，即个雄字的 H 都真侪人是脱落 drop。无去，所以读做高雄。咱空烟的教材，我诚欣赏。伊个加对号名，迄页吼，伊除了写高雄以外，伊下骹佫一顺，伊幼音高雄。中北部其实大多数的人是读做高雄，所以毋是干那高雄，才是正音。迄是咱教育部的词典吼，修音不足。你看咱的课本吼。迄个人空烟的人，伊就会去补一个高雄，这是真有水准的哦。即我咧要应该是罗公成教授的意见，咱教育部词典爱继续拍拼，努力的空间也真大咧哦。好，即摆来看即间学校，吼，你看下骹英语 The Story of 什么 High School， 淡江啊 T 读。K 读个，即间就是淡江高中。你看伊英语，就是写台语啊。哦，所以之前 NVIDIA 迄执行长号做黄仁勋，哦，伊演讲的时阵后壁敢是有诚侪合作的即种单位学校。淡江大学就出现伫顶头，哦，咱就有网友就去甲掠出来讲，哇，这是台语哦，因为淡江大学嘛同款啊。啊，我即摆是来讲淡江高中，就是周杰伦的母校。哦，周杰伦的母校。有时间去行咧，迄个淡水。我较早硕士班是读文化之山的，
淡江高中内底有真侪新北市的市定古迹哦，什么八角楼，嘛有真侪人去内底翕相，翕结婚的相片哦，婚纱照嘛有。啊，伊后壁有一区外国人的蒙阿波哦，全球因是无皮化，无皮无运哦，这无哦，即区无哦。恁有人讲去看无要创啥？迄内底有古迹呢，啊古迹，你知影？你去外国，你嘛去看即寡无？你知影？像我去看法国迄号做旺尼迪王尔德啊，旺尼迪的墓吼，有足侪人甲伊 kiss， 有迄个唇印啊。你 Google， 你用去 Google， 所以咱出国嘛去看外国人的墓啊墓。哦，痛啊啦，阮讲痛啦，哦，啊去高堂内底下骹拢骨头，你知影啊？甲咱的即种庙寺，有诶庙寺就是灵骨塔哦，啊高堂内底诚侪拢下骹拢是骨头呢，哦，咱即马是要看文化、看历史。即区外国人诶痛啊吼，内底有庄马街，阁有庄因牵手即个人，因牵手号做啥物名啊？因牵手号做张昌明哦，咱台湾的罗马里、白话里即墓牌，姓张哦，古早白话里伊的即种片画吼，是放伫上漂哦片画。张昌明律师本来的名号做昌啊，就是你伫灶骹咧煮菜迄个昌啊。马家伊是一个博士，佫是一个伊有读过汉文，所以伊感觉吼，即个昌啊名无好听。葱啊，伊带张葱啊了，张葱啊嘛受衰，啊伊就甲改名，改做即个聪明。聪明啥物意思？聪明就是 smart。即卖人袂关系读白读，即就是白读啊。哦，聪明。即卖人关系读啥物？读文读，读做聪明。哦啊，古早啊，关系读即个全球咩读贵啦，关系白读聪明。可比讲清明郑州音哦，关系读清明，即个台湾音吼叫做清明，即马台北吼，嘛个人讲清明，你知影？哦，啊，全州音是催明啦吼。好，啊，伊这伫即个啥物所在？伊出世伫五股坑啊，五股坑嘛是讲全腔的，即马叫做五股哦，古早或者三字的，叫做五股坑，咱。讲日本时代，甲即个地号名为三字的，改做两字的，哦，五股坑变做五股，啊，所以这张昌明伊是五股坑的人，啊，伊嫁互马街受衰，落尾目总伫长老教会学校淡江高中后壁有一区外国人的厅啊，来，这是这厅啊，即区嘛是市定古迹哦，有兴趣哦，大家去淡水，毋是干那去规定食鸭个，食啥物？啊，即个啥物啊？生梅仔汤哟，阮是讲梅仔啦吼，即个梅仔汁哦，啊，来淡江高中行咧哦，看即寡古迹哦。好，过来吼，这是咱拄则讲即个淡江高中就是长老教会，长老教会诶一个标志哦，标头1865年哦，1865年开始诶。你看伊顶头写即个，就是教路啊，就是白话字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哦，即照伊顶头的印票写是长老教会哦。这是台语啊。即个票头毋是干那伫讲台语的所在啊。我去原住民的部落长老教会，嘛是同款是即个票头，嘛是台语的。罗马里伫原住民的部落哦，我相信伫客庄应该嘛相款，我客庄无去斟酌着哦，用伫去客庄的长老教会，我来看是毋是照讲嘛是相款的哦，所以就算伫非讲台语的庄头原住民的部落，嘛是照常用即个台语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即个长老教会票头，因为古早台语台湾话就是啥物，就是咱台湾的 lingua franca。共通语啦，哦，咱若是国语 Mandarin 华语卖来哦，即马应该咱的逐个第一语言就是台语啊，
免点嘛烦恼啊，免点嘛叫台语啊，因为第一语言就是台语，即摆就是因为毋是第一语言吼，啊，就无法度啊，就要死去啊，头已经抬到颔棍啦。哦，即摆来到台南，台南吼，我上课定定诶，放即张相片吼，去台南市区，除了看古迹以外，来看一寡白话字诶建筑哦，这伤水利，我甲留较近诶，铁塔岛哦，所以这就是台南东门啊，台南东门 P 塔岛 KH 塔克啊，即个人你若要来研究台语哦，接触台语，你就要知影即个人，即个外国人啊，台湾史捌相款，日本人为台北拍到台南，伊嘛是有出面，即个人真重要。即个人号做巴克勒，巴克勒就是创办咱台湾府城教会报台湾第一份报纸的传教士，就国小社会课本就出现巴克勒创办第一份报纸。囡仔就读过即段历史哦。咱古早吼咧读台湾史也无几年，即马无啥送啊。即马囡仔吼，伊伫学校即个社会课也是历史课，台湾史已经读足多啊。所以毋只有做天然独，就是逐个拢感觉咱家己是台湾人，这是天公地道的代志哦。哦，过来即个契塔阁，所以这叫做纪念教会哦，纪念教会哦，所以。全部甲读一遍，就是台南东门巴克勒纪念教会哦。你看即排，就是台语啊，毋是英语啊，哦，是台语哦。伫即个教会边头，即间号做台南神学院哦，啊，这是高楼罗马里哦，台南神学院哦。啊，伫过去哦，活铁基路边。即间病院叫做新楼，因为古早吼，古堆有一间啥物，有一间旧楼啦，啊，所以就有一间新的叫做新楼。新楼病院哦，你看伊的英语嘛是采用台语啊，新楼啊，基督教病院对哦，啊边啊因假赛，或者赵建明哦，就是伫遮啊咧看诊的哦，做先生啊，即嘛是长老教会的即个病院哦。对于头前这位先生，外国人真重要。这北部就是马街，中部就是南台话。咱中华有一句俗语叫做“西门有南医生，啊，南门有妈祖经。南门有迄个南窑宫，南窑宫伫南门迄边，妈祖婆咧甲咱保庇。西门吼，较早基督教病院，毋是伫即摆即冲反线路里，较早中华基督教病院是伫西门哦，即个啥物啊？中华路迄边哦，啊，即摆嘛佫旧诶，即迄个算讲一寡建筑抑佫伫好啊，所以中华市有一句俗语：南门有妈祖经，西门有南医生，就是本土诶妈祖婆，甲即个外国诶。南台话、南医生吼，共同来庇佑咱中华人诶，庇佑咱中华人哦。一个是物质，一个是应该讲是一个精神上诶，一个是生理上啊，身躯顶诶哦变痛哦。啊，即个南台话吼，因后生南台北哦，伊台湾话讲了诚认真。伫台湾出世啊，活到90几岁才转去英国，死伫英国哦。你较早有纪录片有甲采访，你若莫看伊诶面吼，根本就是台湾诶老伙啊。看伊诶面，我就外国人，因为伊规世人伫台湾啊，活到90几岁，所以台湾话根本就是伊诶母语啊。好，即拄则讲到北部是马街，啊中部是南台话，即摆要来讲南部就是即个人吼做马雅国。哦，马雅国伊伫台南传教啊，办学校办伊迄个病院，伊伫新老病院头前都有伊诶铜像，伊诶胸坎头前有一根枝，我为着要翕即根枝哦，我安尼用足侪角度吼，
互你加载即张也会用哩。好，顶头写者啦，这安尼读，或者上帝是听，有汉字，有罗马字，伫教会内底吼，即个爱字拢混读训读啦，混读做听哦，因的圣诗啦吼，因的文献内底有时阵即个爱就是要读听。好，啊若照咱教育部的用字，当然就爱写做安尼咯。上帝是听，倒落啊，约翰一书哦，所以你人名吼，外国人名、外国地号名，咱爱安怎来解决即个问题？咱有两步，两个路抄，一个就是照原文，可比讲哦，意大利、加拿大、意大利、加拿大，即个照较接近的原文。但是咱爱知影一件代志，有的原文毋是英文啊。可比讲，即摆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你会晓乌克兰话袂？你会晓俄罗斯话袂？你会晓安尼？你会讲，但是你若改做英语，其实甲讲国语同款啊，无较牛，安听会晓袂？你若无照迄国的原文去讲，你改做英语去讲，无较牛俩，你甲讲国语同款啊，拢是外国话啦。所以咱要安怎？迄落，你有才调，你用原文；德国你就教德国话。即摆俄文要开始，你就教法国话。你讲法文我无意见，但是咱一般人无才调啊。所以你较有法度的，就是学咱的祖先。你看即张相片，人名安怎讲？照咱的汉字的正读台语的正读台语哦，讲台语，所以我感觉台语的演讲比赛吼，出现英语较无妥当。出现英语无妥当哦，你来教台语，所以咱即摆要报新闻，美国总统咧选举安怎报？你着爱报，即摆总统或者拜登哦，啊前一任的迄个或者川普迄个叫人弹一枪，险险无命，安尼报就对咯。美国上大的都市或者纽约，英国的首都或者伦敦，法国的首都或者巴黎，即种外国的地号名，咱的祖先就是安尼讲啊。耶稣基督因老爸，或者约瑟因老母，或者玛利亚，全部照汉字甲读出来。即摆公司台语台吼有一部歹，有诶即个配音员吼，伊台语诚老，但是伊可能较有好啊是安怎？伊敢若会用咧配音啊，就是袂看到伊诶面啦。啊，所以伊若咧配音哦，伊即种外国人名地号名，伊有照咱台湾话来讲，但是有一寡较。讲较实例就是吼，台语程度较无够严。伊拄着人名地号名外国诶，伊着举飞机导航，伊讲华语俩。哦，伊嫌英语都毋是呢，伊讲华语，我感觉你是公司台语台，哦，安尼足落差诶，哦，学咱诶祖先，你有才调讲原文，啊无才调就照中文诶汉字甲台语音甲讲出来，因为迄是台语音，哦，你爱甲咱诶。即个本位爱了解，好啊，这是约翰，普通叫是约翰哦，约翰，好，阮讲约翰啦吼。有一遍我开车哦，为安平这边头就是运河啦，哦，这安住老大应该知影哦，遐有一个市议员哦，你看伊这看板边头写罗马字，你有看到无？这是正式的民意代表呢，市议员。伊写的是高楼啊，李启仪服务处，这个李白、杜甫、王维的那个王维哈，漳州音读维，泉州音读仪，安平迄边是偏泉腔的，所以这个议员哦，伊就甲家名伊写做李启仪，这是一个泉州音，啊，若漳州音就是爱读维哦。哦，李文正应家哦，这安住老大真清楚，感谢补充好。台南哦，这个南北关诶，这个广告哦，这冇用罗马字呢，你有看到无？台南诶，这叫做河洛社，哇，写罗马字呢，传统音乐嘛是写罗马字，我感觉真无简单哦。这个银行吼，伊伫咱这个
伊实际上伊这嘛是要写台语啦，这就是新光呀，新光银行哦，这是伊的评写吼，无照这个高楼啦吼，啊，起码嘛也无大楼的吼，啊，伊都已经做漂头啊，做银行的漂头吼，新光银行这是要读台语的哦，哦，过来这间百货行，哇，这啊，街仔顶哦，真侪所在拢有啊，台北地区哦，台南嘛有啊，哦对，高雄啊，台南有无？我袂记得，是高雄我有看过哦。好，因咧放送的时阵讲，阮小北啊，小北啊，所以伊就是要讲小北哦，只是伊的罗马里哦写了较小吧，这较无甲咱的习惯无共款啦吼。小北啊，即个建筑公司哇，福都建筑即嘛是台南的啊，吼。即间学校爱甲学落者，即应该是咱房省乡房主任的学校，海淀国小，伊兴坎是汉语拼音哦，即咱中华民国即卖规定，即无法度就要写汉语拼音。伊的树园有两边，倒树边写汉字，正树边写啥物？写台罗。学校正式的即个运动衫，哇！这爱甲即间学校拍扑啊，真无简单哦。实际上，伫生活中，互囡仔知影，毋知因的囡仔知影，免甲知啦。这就是台语的海啊，即个普通腔是海淀啦，吼，海淀哦。好，张惠妹有一首歌，即首歌就是好大都着来，伊的 MV 啊，内底写白话字呢，毋知恁真正有注意到无？好来，要讨我的爱哦，啊这啥物？心情三温暖哦，而且为正手边开始读哦，伊个就是设计啦吼。其实我拢知啊，啊，搁这项这是叫阿能哦，叫阿能伊的这个 MV 下骹毛罗马里哦，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囝。善良的歹囝。2021年，单雷出新的唱片的时阵，伊的名下骹你有看到无？罗马里啊，单雷爱即张专辑，倒手边上下骹4字罗马里，较可惜伊写遮细字，要写较大字的写细字吼。天下无敌啊，上无伊有迄诚意写罗马里。咱即摆副总统伊的passport 就是安尼写啊，美琴就是台语啊，因老爸老母一个美国人，一个台湾人，所以小美琴伊的母语就是英语甲台语，英语嘛是伊的母语，台语嘛是伊的母语，哇，这真咱真甲伊欣赏吼，两个言语拢是讲甲真老吼，真端正吼。国际的这名称，或者啥物？伊是马来西亚的人。啊，祖籍嘛是闽南，即个教伊的即个拼音吼，倒手边下骹啊 ，Michelle 这是英语啦吼，过来这照讲伊是正腔的，正北腔，马来西亚北嘛是偏江的，所以合理。或者杨子琼哦，你看为的拼写方式，应该就是杨即个台南佫有保留即个江北腔。啊，边啊就是即个腔口的哦 ，IONN， 伊叫张俊雄院长，拢讲张俊雄院长，就是样 IUNN， 啊，伫即种腔口会读做 IONN， 所以这就是杨子琼哇。好，我今仔日要甲大家即个分享的吼，差不多到这啊啦，吼，因时间嘛差不多啊，哦。做一个粗浅的介绍哦，尤其咱线顶应该有一寡朋友可能是头一遍接触的，啊，若是接触较深的吼，都较歹势啊。我讲的拢是真简单的哦。哦，杨文文，你有举手，你要问啥物？还是雅鲁，哎，要讲的先讲。雅鲁嘅，无听到声音呢，还是无说你饲着？啊，若无就要另外一个是啥？哦，又问讲无说离着。会唱着，啊雅鲁咧，着好来，咱即摆来看各位阁有啥物问题无？
多谢阿勇啊，甲咱传足侪资料吼，互大家去了解白话字的发展，甲咱台湾的一寡相关的物件。足侪语言拢会当甲生活结合吼，阿勇啊，甲正啊足周至吼，都足实甲阿勇啊，即个互咱更加明白这个白话字。来，毋知各位阁有啥物问题无？来，即马麻烦各位吼，迄个问卷遐甲麻烦甲填者，问卷遐填者吼，因为这要做后摆咱爱报教育部的成果吼，因为咱这经费嘛是甲教育部申请的，所以麻烦各位问卷遐甲填一下。那各位无问题，咱今仔日演习就到这吼，多谢阿勇啊，多谢各位老师。后礼拜咱将马文来甲各位继续分享吼。好来，多谢各位。好，大家再会。爱填问卷哦，会去填。